為慶祝天主教澳門教區成立450週年，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7月25日舉行同眾感恩音樂會，動員約110名師生向澳門天主教450年嚟嘅信仰與文化傳承獻上致敬。音樂會邀請到澳門教區首牧李賓生主教、校監劉炎新神父以及一眾嘉賓出席。呢次音樂會主要由合唱以及管風琴演出組成，先由香港 Chamber Choir 分別以3首由歐斯達神父、鄧思恩神父以及司馬榮神父嘅作品拉開音樂會序幕。音樂會其中一個亮點係由該院駐院作曲家阮惠玲博士率領該院學生組成嘅合唱團演繹一出取自舊約聖經故事則魯巴貝爾嘅挑戰嘅合唱作品。該院沈永堯院長表示，故事講述主人翁則魯巴貝爾點樣喺困難重重裏面重建聖殿，展現劇中主角點樣不畏艱辛、堅持信念咁完成天主所付託嘅使命，與天主教澳門教區過去450年嚟多位神長一直堅定不移持續服務澳門社群相互呼應。而學院除邀請管風琴導師伍慕雪、鋼琴導師陳俊廷擔任合唱伴奏外，亦特別邀請高宇海擔任雙簧管伴奏。佢亦提到，為準備呢場音樂會，學院合共動員約110位學員以及師生，自去年10月起進行每月1次練習。喺個排練過程之中咧，其實我哋由舊年10月開始就每個月大概每個月1次排練1次啦。咁其實排練嘅次數都唔算話係太多，咁但係其實每一次學生啊、指揮啊、老師啊，佢哋都好用心咁樣去準備。佢指出，今次演出嘅學員包括唔同年級嘅學生，喺排練嘅過程裡面，的確有唔少問題要克服。其實排練嘅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嘅問題都要克服嘅。咁頭先你見到有大個嘅學生啦，亦都有細個嘅小朋友啦。咁因為佢哋唔係受一個好正式嘅合唱嘅一個音樂訓練，咁所以喺過去呢段時間嗰個排練過程裏邊咧，指揮都好着重佢哋排練之前開聲嘅部分啦，教佢哋一啲發聲啊、發音啊等等呢一啲嘅技巧。咁希望出嚟嘅
效果咧係令到大家即係更加好嘅。咁而學生特別係細個小朋友咧，其實佢哋都好用心，佢哋都好合作。即係雖然咁細個，但係佢哋係好聽話嘅，佢哋好乖嘅。咁我哋都好感謝家長嘅支持同埋配合啦。因為除咗每個禮拜佢哋要返學啊，或者要上堂啊，咁佢哋都要額外返一個每個月要返一次嘅星期日咧，返嚟嚟彩排啊、接送啊咁，所以都係需要家長嘅配合同埋支持咧，先至成件事可以成事嘅。喺管風琴獨奏方面，分別由該院管風琴長期課程嘅學員馮嘉欣以及周趙永莊分別演繹兩首17世紀以及21世紀嘅管風琴樂曲。音樂會嘅尾段，再由 Chammy Choir 詠唱包括江克滿神父等幾首耳熟能詳嘅歌詠。最後再聯同該院合唱團一同詠唱該院第2任院長莫慶恩神父嘅作品。沈詠堯院長致謝詞時，再一次感謝所有學員、各家長、各老師、各合作單位嘅支持。佢亦感謝李賓生主教、校監劉炎新神父對學院嘅指導。佢更感謝天主喺天氣預測不穩嘅情況下，音樂會依然能夠順利進行。李主教表示，佢好高興見到本澳有咁多具音樂天分嘅學員聚首一堂。佢鼓勵一眾學員要好好發揮各自音樂嘅才能，更要將天主嘅大愛、天主嘅真善美透過音樂傳揚開去。音樂會最後由李主教降福，現在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降福你們，祝大家平安同埋喜樂，以及大合照後結束。